各位兄弟，今日呢一間精神啊！好多人呢買別墅就擔心條巷太細，如果對面嗰伙停咗車，咁自己又停唔到車。今日呢一間你大家就唔使擔心啦，因為呢門口呢一個位置係俾你自己私家使用，最少可以停3部車嘅。咁呢個業主都比較貼心，連我哋嘅充電樁都已經幫我哋裝好埋啦。咁呢，無論係前邊架車充電或者後邊架車充電，完全都冇問題嘅。咁呢，呢度呢係一個全新精裝修嘅。咁呢個業主同樣都將呢一個花園嘅位置呢係擴展咗出嚟，跟住加多咗一間嘅長者房喺度。中間位置呢就做咗我哋一個洗手間同埋我哋個廚房。咁同樣呢，佢呢度都仲有一個咁大嘅花園俾你自己使用，坐喺度飲下茶，睇下出邊啲景觀，而且冇人打擾到你，因為離個路仲有咁遠嘅距離。跟住入到嚟嘅話呢，首先入我哋所收邊嘅第一間呢，就係我哋一個長者房啦。咁呢，佢呢個廳呢都已經係擴展咗嘅，所以呢係比較大、比較寬落。啲家電家私基本都已經齊晒噶啦。咁包括我哋個餐廳位置嘅話呢，都仲有個咁寬落嘅地方，同埋我哋一個餐邊櫃。咁呢可以擺下啲自己紅酒啦，同埋擺啲自己私家貨喺度。廚房嘅呢中間位置呢就做咗我哋一個廚房，然之後隔離呢就做咗個隱蔽式嘅洗手間喺裏邊。咁呢又冇人會睇得到啦。咁同樣嘅樓上嘅話呢，就2個房間1個洗手間。3樓上邊呢就一個大嘅主人房同埋我哋嘅衣帽間。總建築面積呢係102平方，但係嘅話實用係去到咗150個平方嘅。咁如果對呢啲咁嘅4分1別墅有興趣嘅朋友呢，歡迎喺評論區同我留言，帶你實地睇樓。多謝。